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7号下晡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台湾入冬了，头一阵寒流来到，为拜五平地上界嘅温度出现伫咧新日关西5.4度尔，也那医生提醒讲要特别注意。因午餐免费政策婚姻含新北市也宣布要加入，那六都内面的，敢若新北含台南暂时无要推动。美军重启委内瑞拉马杜罗了后，这联邦参议员通过决议，限缩川地的相关地区动武的权利。节目一开始，赶紧来关心到咱的天气。讲到咱的台湾入冬了后，头一阵寒流来到位。这拜五呢，全台湾平地上界嘅温度出现伫咧新竹关西5度4尔。啊，那这新北嘅这石碇啊呢是5度半，台北嘅干道是5度9。气象署也提醒讲，虽然冷空气有减弱，即时温度有回升，不过因暗到拜六透早呢，受到这辐射冷却效应影响，可能会再出现10度嘅低温。拜五呢，这玉山气象站的雪已经有1公分高，合欢山也落雪。也那拜六暗呢，又过一阵冷空气到位，强度大约是大陆冷气团，要等到后礼拜一温度才会小可回升。初到透早4点外，南投合欢山的山顶敢若零下6.8度，嘛互合欢山变做是白色的世界。因为现场风真大，路面雪气互风吹起来，看着真水。阁有囡仔甲涂骹的石石暝起来耍。都没有去过，都没有追过雪，想说带他们来顺便一起追雪。那合欢山玉山气象站初到早起6点，嘛观测到有落雪，目前积雪已经1公分。也那武陵农场的灯火园，真侪树尾嘛结冰，是啥真侪游客来遮行踏。也那宜兰太平山目前气温差不多0度，不过并无落雪。山区因为有大雾，树枝甲树尾有出现雾凇，无站平台嘛有结霜。提醒若要去山顶的民众，都要穿好烧，嘛要注意路可能会焗骨。初到毋那关山出现超级低温，全台湾平地上低温伫咧新竹关西，敢若5.4度；新北石碇啊5.5度，台北干道5.9度，大安森林公园敢若6.2度。气象署讲，台北气象站初到透早测到9.1度的低温，这嘛是入冬以来头一波寒流。今晚到明天清晨，辐射冷却的效应依旧会是非常的明显，所以从温度的低温的分布图上面，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北部跟宜兰普遍都会来到蓝色，就是普遍会降到大概10度左右的低温。中央气象署提醒，后一波冷空气拜六暗时会到位，估计影响的时间会到后礼拜一透早，强度差不多是大陆冷气团的程度，不过袂像这波遮尔啊寒。提醒民众早暗温差大，要是要穿好烧。下个礼拜整个礼拜看起来冷空气是比较弱了，等到再下一周，也就是大概19、20号之后，可能才有机会再有比较强一点的冷空气下来的这个状况。气象专家表示，为预测来看，1月中的冷空气强度较弱，各地气温有机会豆豆回升，一直到1月底才会有较强的冷空气到位。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最近天气真冷，早暗低温拢无到10度。彰化的中基医学中心就讲，因为低温呢，这彰化地区急诊的病人有变较侪，袂少是高血压也有心血管疾病患者。另外，由民间团体启动低温关爱活动，毋那分外套，也开放临时休眠服务，予一寡有需要的人。大家排队要领外套。最近天气真寒，尤其早暗的低温拢无超过10度，互人寒甲死阵。彰化道民间团体启动低温关怀，发外套予寒士，开放临时休眠服务，予有路无厝的人。早暗较冷啊，穿这个较薄个。感觉真少啊，足好个啊。即摆早暗吼，温度有较低，咱有一寡心血管疾病的朋友吼，较离外口会较危险。平安站遮15度以下有开放吼，夜间临时安置，会使予一寡有需求的人来遮。天气冷时时，也互病院急诊人数增加。彰化中基医学中心就表示，为拜二开始统计到拜四，因为低温、高血压、心血管加消化道出血病人要明显增加。元月6开始，因为天冷，主要有几类的病人有上升，主要是针对于高血压的族群，以及这些高血压疾病所引发的并发症的病人为主。另外还有一个族群是消化道出血的病人，也有明显的增加。
医师表示，低温会让血管收缩、血压升悬，增加心脏血筋塌掉的加中风的风险，要特别注意血压的控制。若是民众有头壳讲、歹喘气、胸坎杂杂这的情形，建议要量早去病院检查。记者杨淑静综合报道。空军飞官新北嘅西 F-12发生事故，到当时第4天咯。这海巡人员国军是拢无放弃，继续伫咧搜救。就专家是认为讲，目前是乌流当咧大漏水的时阵，加上东北季风，建议讲若准备吹着往北边来吹。另外，针对 F-12发生事故装备等问题呢，已经有监察委员申请主动调查。为半暝到透早，海顶的天气真歹，海巡舰艇持续伫咧东部外海找找失去联络 F-12的飞官新北基。无人机飞机架海花升空，一路烟花超吹，这是陆军上新买的战术型无人机，罕见公开出现，即个嘛投入搜救的行动。考虑风影大影响海流，海巡甲国军搜救部队嘛部署伫咧台东中滨乡甲成功镇，找到透早扩大到台南避南溪出海，持续向南边超吹。新北嘅西 F-12出意外，搜救行动进入第4天，不过连续几日天海顶天气拢真歹，增加搜救的难度。即马阁拄好是乌潮的大流，外界烦恼新北嘅恐惊流离开搜救区，可能会跟着这个洋流漂流到其他地方去。我想这应该也是搜救团队呢他们会考量的部分。我们都可以再用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资源下去做搜救。有真侪年呛水甲救灾经验的专家讲，根据相关的画面来研判，新北基暴落海的所在可能离岸边差不多700公尺至1500公尺乌潮的区域。虽然乌潮的方向大部分是为南边向北边，不过考虑这几天东北季风较强，所以建议除了向北边吹，嘛当伫咧宜兰、花莲、台东增加岸边所在的范围。只要你有一些坐标物、浮标物，然后检测大概10分钟、20分钟就可以知道它的流速大致上是多少。然后我建议就是说，可能譬如说，假设你是已经50小时的话，就是50+6跟50减6的这个时间点去做，所谓的那个扩大搜寻，它的效果跟效应会比较好。空军强调讲，已经有扩大所在的范围，未放弃任何的希望。针对 F-12的意外，外界嘛质疑战机甲救生装备等等的问题，也有监察委员已经申请主动调查，要来理清案情。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度的中央总预算伫咧立法院也无审查，行政院就讲呢，和民众有牵连的 TPS 通勤月票、生育补助等政策，拢有可能会来暂停。本地有风声讲，这国民党团要提案补救，照预算法互重大民生的资本支出，一个新计划先来复位审查。那民进党就批评讲，袂输是咧点菜，甲人民当作是去食。今年度就是现在还没有办法审的这个新的计划、新的预算将近3000亿耶。就伫立法院议场前，民进党立法院党团轮流排案班，坐到透早抢提案到议会，希望知影若白对1.25条的国防特别条例表态，也有前言真久的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复位审查。赞成者少数，民进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总统立委伫台卡抗议，也是输予对方人数优势，总预算案无排入。不过照预算法的规定，新兴资本支出、新增加计划，若经过立法院同意，都无伫即个限制。嘛传出国民党团提案要替 TPS 计划生育给付核选地理的部分改套，先复位审查。党内书记长罗志强讲，是行政院先无依法编列军人加薪、加经销、退休加急再生。我们所有的一些预算的审查那都会凝聚党团的共识但是我还是要强调一件事情军人以命护国，只要赖清德、卓荣泰依法编列，那总预算早就在审查了。人民不是乞丐，立法院最大党不是皇帝，非得要人民敲碗，你皇帝才给饭吃。我想。这个绝对不是民主国家国会应有的态度。对于无法大专案审查总预算，民进党团批评，若是阿伯想要点餐的方式通关，已经违背宪政机关的责任。强调每一笔民生预算同款重要，袂当选择性心意。公视新闻采访报道。
停办一段时间的国共论坛，真有风声讲1月27到30日举办。迄个外界认为讲呢，这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问中国，是为着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电视会伫咧起反应的。那民进党的立委就批评讲，那准是国民党主动去到中国交流，是为着要降低两岸的冲突风险，应该着把这中国对台武器直直去议程内面。 是不是3月份国共论坛？3月份政协会，然后1月份办国共论坛。面对提问无加做回应，传出停办一段时间的国共论坛，规划伫农历过年前举行，也互外界当作是为郑丽文访问中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电视会伫试水温。对这代志，身兼国民党发言人的立委吴虎庭伊表示，对话有助稳定区域情势，对台湾整体安全有正面的意义。如果真的有国共论坛的话，我觉得大家应该要予以祝福。大家在这个过程之中，当然我们会守好我们的立场，但是重点是对话可以降低冲突的风险。那我想有关于政协会的部分，主席也讲得非常的清楚，要么就是主席对主席，那时间的部分当然可以商量。如果国民党说去是要降低两岸的冲突风险，那应该要把中国对台湾的文攻武吓，你要纳入来讨论啊！你要勇敢的跟中国讲啊，你不要恐吓台湾啊，你不要老是用武力威胁台湾啊。 国民党副主席萧秀银表示，郑丽文主席上台了后，用心和国共两党的互信甲平台一旦恢复，一切拢持续伫进行。若是有具体的消息会对外公布。公益新闻采访报道。 讲到这营养午餐免费的政策，云林和新竹市也拢对咧宣布咯。即马6都内面呢，敢若新北也有台南暂时无要推动免费。新北市政府表示讲，若准推动到地呢，这费用会占教育业务推动费用的1/4，就爱斟酌来考虑，也呼吁中央就爱统一政策。这到呢，行政院长杜英泰就强调，这是地方自治，由地方来负责。 营养午餐的议题伫讨论，为台北市初六宣布推出免费营养午餐了后，包括基隆、台中、高雄这县市嘛先后实施。这边暗时有云林县甲新竹市表示，会抽出资源来推动。如果说免费的话，我怕会。就是他们压低那个价钱，反而小朋友吃不好。政府帮我们付一点，然后我们家长也付一点，然后小朋友吃好一点，这样子。样样都涨啊，2个父母都上班也是赚不够，当然是尽量政府能补贴，能那个是最好。家长真感觉估计免费营养午餐每个月当先花要1000，不过全台22县市到目前有17县市实施，只不过伫遐市还佫有新北、台南等地评估。尤其占了我们的业务费是占到1/4，所以面对1年的经费46亿，在整个教育预算，我们要做好准备。新北市目前教育经费甲学生数拢是全国第一济，免费营养午餐一个经费需求达到46亿，惊会摆脱其他市政经费的可能，呼吁中央应该要有统一性的政策。还有能力补助地方营养午餐。 地方自治下，我们希望地方做得好。行政院是讲，新版的财委法地属各县市会差真济，修法大幅度削减中央的财政，中央政府今年预测负债3000亿，无钱也会当协助地方。中央和地方应该是伙伴关系，所以地方政府的意见，中央政府应该要听进去。各方的意见差真济，地方立委嘛呼吁，无论营养午餐财源为倒来，午餐的品质食安这才是重点，才会当互囡仔食得健康佮安心。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台中这南屯的所在呢，有一间欧洲露营车修理厂，昨暗9点外时阵发生火灾。迄个时阵呢，唔是因的营业时间，员工接到通报，赶紧来刷车，而且现场呢一直有爆炸声音，而且佫烧到隔壁办公室，加在是无人受伤。这导火原因佫需要调查。 寒冷的暗暝，看到所在导火，风骨头火愈烧愈猛，消防队赶来现场拍火，分队车对关的所在喷水。火警发生在初八暗9点40左右，台中市南屯区新富5街一间欧洲露营车修配厂导火，1楼铁轨室内面还佫停几多台车，消防队用切割器破坏了入去拍火。现场民众讲，因有听到爆炸的声音。 那边一直在冒黑烟嘛，对，然后有火花一直跑出来的，然后有些许的爆炸声，就是一直嘣嘣嘣嘣嘣。哇塞，知道就好了，知道就不会发生啊。
倒火时阵，收配厂无伫咧营业，员工知影消息了，赶来现场，甲几台几落百万的农业车一台一台驶出来，唔知影为什么倒火，将对出动29台车、73个人到现场抢救。火把炭烧到隔壁的中华大家公德会办公室，经过1点钟将火控制，暗时1点50甲火拍花。燃烧的部分，因为我们到场之后就发现它燃烧了，赶快部署水箭把它旁边燃烧的部位把它遏制下来。我是在22点大约40分的时候就控制住。这场大火并无人掉伫咧内底，只个一位43岁收配厂员工一直扫，身体无爽快，有风性送病院。上桥讲，现场炭烧的面积差不多330平方公尺，因那大火原因还阁伫咧调查。记者综合报道。高雄轻铁七八案有民众行伫咧高山区公所站的铁轨路顶悬，司机虽减速摇起喇叭，不过这民众说是无伫咧信道，无要让这轻铁过，搁再对司机大细声。高雄捷运公司表示，讲民众行为已经违反大众捷运法，相关会当罚到7500。另外，公共危险罪部分等咧收集证据，也会报警察处理。把你入袂使吗？把你看者袂使。穿红衫的查甫人甲轻铁顶悬的乘客一句来一句去，愈嚷愈大声。七八暗时7点外，伫咧高雄轻铁的高山区公所站，这个查甫人一路行伫咧轻铁的铁轨路顶悬，轻铁司机看到机随打洞啊，起喇叭甲比。不过这个查甫人完全无咧信道，豆豆啊行，路尾阁对司机大细声，危险阁傲慢的行为，互真侪人拢看袂过。对方咧讲司机有啥物甲扒，有啥物甲缀甲引安尼，啊你就是骂一个足歹听的话安尼。司机其实嘛无讲，咩司机就点安尼啊。伊就拢位啊行过来啊，行位遮摕物件位啊过啊。所以伊接安尼就对啊。嘿啊。附近民众讲，这个查甫人定拄行铁轨路过来遮，都为着要捡回收互一个阿婆。其实因为轻铁的车道甲民众的生活空间相顶塔，进前毛毛有人违规行入铁轨路翕相，也有看到轻铁怪硬要撞过。国际公司表示，亲像安尼急皮皮，轻铁来佫无要让话，因绝对无要吞润，已经收集证据报警处理。该民众行为显已违反大众捷运法第50条第1项第3款之规定，最高可处新台币7500元罚款。本队将循线通知该民众到案说明。民众表示，轻铁高山区公所站者，因为铁轨路的两边徛假济，定拄有人贪方便无行人行道，直接行对铁轨路过。有时保全顺路看到会甲动，不过保全毋是规工顾伫遮，这部分敢若会当靠民众家己自我约束。记者柯家族邱朝阳高雄场报道。咱台湾呢有过路人地价的歹名声，交通部今年要施行驾照管理376，民间团体是肯定交通部管理改革，不过因也希望讲就要去要求考驾照的路线呢，爱真正有人含车的互动，也若考驾照袂当干那背法规，就爱建立统一的驾训教材，也要求讲全民无分年会定期训练等等的制度。去年有不少守法的过路人和车动的车祸事故，引起大众对行人地价的不满，甲对驾驶安全意识、驾训制度的讨论，嘛带动交通部推动驾照管理376。最高真济民团嘛针对驾训的改革，向交通部提出5大诉求，要求考驾照的路线要有真实的人车互动，考驾照嘛袂当干那背法规，着建立统一的驾训教材，嘛要求全民不分年岁定期搁再训练等等。按现行考训路线多由驾训班自选。整段路可能甚至连一个行人都碰不到，像是我当初的那个路线，就是一个行人都不会有哈。好，我们强烈要求考训必须纳入市区商业道路，让驾驶在学习阶段就在教练指导下练习如何停让行人、转弯注意行人等等。民团指出，各地驾训班甲考驾照的制度有真侪无照期间，比如教练无专程伫咧车内教学员，上课时数无够，各通考驾照等等，批评这款驾训品质是道路安全的威胁，要求交通部就要严格稽查。另外，嘛有民团提出该以车速分流，若针对特定的驾驶也是慢性病患者，上路安全的部分嘛需要建立暂停上路经过医疗评估，重新驾训才通搁再驾驶的机制。过去一再呼吁让机车跟其他汽车一样走在正常的车道上。那这不仅是让机车符合跟汽车相近的行驶速度，
就是符合机车的这个特性，然后也可以把真正的慢车道还给自行车或是2轮电动车这种慢车来使用。像韩国我们有看到说有这种驾驶赋能的一个中心那它能够有更进一步的评估跟筛检，那之后还可以针对这些有可能还可以继续上路的人，去提供一些辅导、培训，然后还有一个再评估。交通部今年开始分阶段实行驾照管理3策略，包括加强严格考照、强化违规非分矫正、甲个人换照。并团多数肯定交通部愿意改革，不过因阁较希望对源头驾驶训练的阶段，都应该严格建立安全意识甲驾驶文化，莫阁用人命来换改革，保障用路人的安全。记者卢尚珠、郑准由台北报道。先来请教咱的观众朋友，你做的工作敢有幸福的感觉呢？就人力银行进行票选这幸福企业，头一届呢有支持员工结婚生囝的公司入选。根据着人力银行的调查，除了薪水，这上班族对企业的福利还有制度拢真有益，是幸福感的来源，也是甲人才留落来关键。囝生少的问题已经是国安危机，政府也鼓励企业爱提供福利来鼓励少年人结婚生囝。有人力银行也举办幸福企业的比赛，有4200间来参加，有560间摕到金奖，嘛头届颁奖予支持员工结婚生囝的公司，像有的公司会提供结婚奖金。提供托育空间，员工会当带囡仔去上班。民众讲有这款的公司，确实真幸福。需要照顾小孩之类的，那可能会有一些考量。那如果有这些的话，其实都算是一个配套措施，可以让就是他们更无后顾之忧，可以安心的去上班。对相关的人来说，就会有更多的一些诱因。对，那如果没有的话，事实上会减少他们想要来的动力。这样。根据人力银行的调查，因为物价起。AI 进步了真紧，食头路的人其实压力真大，幸福的感觉降低到剩53分。劳工对未来感觉不安。调查显示，有73.5%的人认为家己即马踮的公司毋是幸福的企业。第二是长期无加薪水，含薪水加伤少。第二是薪水比市场的行情较低，年尾奖金较少。第三是工作量伤大。因为有了 AI 之后，然后让他们的工作呢变成产出量要更多，反而是加深了他们的压力。有关税战，然后还有现在的国际局势比较不稳定，那相对这一点呢，也是让上班族觉得不安定的原因。人力银行也提醒企业，上班的人除了重视薪水，也希望会当受到头家的尊重。现代人食头路嘛真要义，工作甲生活敢会当四天。若要甲人才留落来，薪水、工课场的文化含制度，拢是关键。记者陈心彤、王志光台北报道。咱先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这美军呢长期委内瑞拉，甲因的总统马杜罗抓到了后呢，川普政府打算伫咧加勒比海和拉丁美洲地区用军事行动来增加因的影响力。想袂到呢，这美国联邦参议院初八用52票赞成、47票反对通过决议，限缩总统未来伫咧相关地区动武的权力。针对这个决议呢，川普就发文批评共和党的议员，讲因是假。The yeas are 52, the nays are 47. The motion is agreed to. The joint resolution will be placed on the calendar. 赞成限缩总统权力的票数过半，表示共和党顶下这边有人走票，支持民主党议员的看法。其中一位是来自肯塔基州的参议员兰德保罗，伊也是这项法案的共同提案人之一。This vote's about a real incursion. It's about a real invasion of a foreign country, an invasion of a foreign capital, and a removal of a foreign leader. None of us should want this president or any president taking our sons and daughters to war without notice, consultation, debate, and vote in Congress. 所来将议院未进行类似表决，不过以此卖政治生态来看，被亚多总统侯国权所需要的2/3绝对多数，一个差真多。The War Powers Resolution really doesn't have much of a chance of becoming law. President Trump would have to sign it himself, but it is a significant gesture of disapproval for any further attacks against Venezuela.
This vote shows how Republicans and Democrats are trying to push back on some of Trump's ambitions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 伫逮捕马杜罗红帽了后，美军除了继续伫咧委内瑞拉附近的国际海峡强行登上被认为可疑的俄罗斯油轮。川普政府也无排除伫咧墨西哥、甲哥伦比亚等国家的境内进行军事行动，打击毒枭，甚至可能用武力甲格陵兰提起。对这种可能的所落来军事行动，真侪跨党派议员认为应该提回国会对军事行动的决定权，维护宪政体制。另外，伫副总统罗德里格斯代理总统职务了后，委内瑞拉国会宣布大规模释放人权团体所认定的政治犯，这也是几多年来美国对委内瑞拉所提出的要求之一。BBC 认为这是罗德里格斯对美国表示友善的态度。公司新闻齐家林编辑。讲到这伊朗反政府示威已经来到第12天了，拜是发生这抗争以来上届大规模示威，民众上街头喊这独裁者去死。那这伊朗政府是用粗残的方式来镇压民众，甲全国的网络通讯拢切互断，想要来控制言论。根据着这人权组织上届新的统计，冲突到今上无有45个人死亡，其中也包含几多个未成年的囡仔。街路出现大量人潮，民众组织伫西北部的阿阿托拉卡沙尼大道抗议，除了喊口号，民众搁烧国旗，表达对即马新冠领导改善的不满。伫流亡美国的末代王储里扎巴列维的苦领之下，反政府抗争来到第12天，拜四是2礼拜来上大规模的示威。و پنجشنبه 18 و 19 دی ماه را سر ساعت 8 شب همگی چه در خیابان‌ها یا حتی از منازل خودتون شروع به شعار سر دادن بکنید. در نتیجه بازخورد این حرکت‌ها من فراخوان‌های بعدی رو به شما اعلام خواهم کرد. 虽望官方试图用武力驱离，不过示威规模已经拖到全国超过300只，连马什哈特等圣城嘛传出激烈的抗争行动。面对愈来愈严峻的政治挑战，伊朗当局采取断网络、搁断电话强硬手段。网络自由监测机构 NetBlocks 证实，伊朗陷入全国性的网络乌动。人权组织 IHR 指出，拜三是抗争开始后上侪人伤亡的一天。安全部队逮至少45个示威者，包括8个囡仔，阁有数百人伫镇压中受伤，超过2000人被捕。学者指出，伊朗的政治体制当面临自古无的僵局。This is not just one cleavage. This is not just a Gen Z protest or a bazaar-led protest. It brings together constituencies from across the country, including in provinces that are dominated by ethnic minorities. So it speaks to something quite bigger and perhaps more serious. 伊朗这波示威源自经济困境，已经演变做全国性的主权危机。虽望美国总统川普警告伊朗政府唔通杀抗议者，若无会面临严重的后果。不过，伊朗当局犹原无降低镇压强度，伫物价一直大涨，佮万城抢天的情形之下，伊朗政局当伫一个一触即发的关键。公司新闻电为人编译。咱做伙来关心咱国内新闻，讲到宜兰呢，伫咧去年的11月11日发生水灾，苏澳罗东也有这个东山顶乡镇的灾情严重，全县4900多户饮水淹超过30公分悬，挺好摕到中央的补助。不过，真侪灾民是拢反映讲补助到今拢无摕到，甚至有一寡店家唔知要安怎申请。水利署就表示讲呢，若准收到这申请资料，汇款1礼拜内就会该汇出去啊。宜兰11月11日，苏澳、东山、甲罗东等等的乡镇水灾灾情严重，全县拢总4900多户，会当领中央灾损的补助。不过，袂少灾民反映讲，到今补助也袂落来，嘛唔知影申请的进度。中央他有说近期就会发到民众的账户里面，民众又问啊，近期到底是多久？1个礼拜是近期，2个月也是近期。目前大概应该是还有4000多户的资料还没送到经济部水利署那里。那如果经济部水利署已经收到的话，都会在1个礼拜左右就会来汇款。那着议会党团找到针对这个议题攻防，国民党呼吁中央唔通用行政程序来卡民众的救命钱。民进党讲，县府申请资料送去经济部有837户，其中81户已经完成拨款，剩的756户最近就会拨款，其他4000多户受灾户的资料要等县府送过来。那只要是我们乡镇市公所送上来的案件，我们县政府就是马上就呈转到我们的经济部水利署。
县府讲，乡镇市公所送来的案件，拢会随转去水利署。最近已经收到水利署的公文，已经报请财政部协助，甲补助回去民众的口座。水利署讲，只要收到申请资料，1礼拜内补助就会当入口座。中央是经济部水利署的钱，然后他优先发什么宜兰啊、五节啊，结果输到重灾区都还没有发。有所学的灾民讲，即马水灾补助上大的问题就是上班，灾民嘛唔知影相关申请的进度，甚至欠什么资料爱补件无嘛唔知影，就用补助点头损失了1万块，有的甚至要安怎申请嘛无了解，灾民若是无欠一寡钱，补助阁无落来，就无法度恢复正常的生活。记者综合报道。台南的嘉义受到南科发展带动，南汉车拢变甲真济，停车位也开始无够啊，就有人甲这公共停车场的架啊长期占用。台南市政府表示讲，会甲架啊顶3大停车场日去收费管理，按算顶半年就要开始收。迄若区公所路边的停车架啊，也会评估看卖，敢要来做回收钱。来到嘉义区公有停车场，场内虽然有设置57个停车格，不过要停车的民众开入来踅半步，煞找无停车位，干来当搁开出去，因为根本无空位。不过斟酌一个看，场内甚至有民众的车直接看布棚，甲公有的停车位当作是家己厝里的同款。尤其附近是市区闹热的所在，要停车真困难，附近的民众嘛感觉足无奈。使用者付费，我觉得非常合理。对，就像。U-Bike 嘛，为什么他会在这段使用 U-Bike？ 应该他也会认为说，就是在停车部分不方便。车费的价钱，你要有一个标准。啊无，那你讲遮有的停的是随走，啊有的是停遮久，可以倒伫这附近尔。伊的收费是要哪算？为着要解决这个乱象，台南市政府预计要升降市区3大停车场总共79个停车位，纳入收费管理，预计顶半年会开始收费。另外，嘛有民众反映，区公所路边停车格长期互人占用的情形严重，嘛爱来入收费。前期先针对说路外停车场的部分做一个收费，因为路外停车场有很多民众长期占用。造成说正常使用的民众无法得到正常使用啊。现行有发停车格的车位，我们做一个监控啊，了解说每一个停车格现在的使用情形、流动的情形啊，作为以后收费的依据。另外，为着要解决嘉义市区停车的压力，嘉义区公福路迄搭位啊，也有无利用的空地，将会由民政局补助公所赶紧开发做停车场，提供民众更较侪选择。公视新闻温进行台南报道。看这条新闻进前，先来呼吁咱的民众，食酒驶车、骑车就是唔对的，无论你骑偌远、驶偌远，拢是唔对的。来看这台东呢，车杯暗头呢，警方伫咧延平乡的部落路口要掠食酒驶车，就居民反弹，认为讲安尼先一出门就去互掠着。那警方表示讲是有民众去检举，因才来查。那台东地检署是讲呢，这台东食毒食酒驶车案件有较济，特别指示警方就要掠较暗的。车牌马阿嬷台中县延平乡民众登去厝，翕到足侪警察围伫咧部落外口的路做啉酒驶车的临检，因为民众住伫咧路边，临检的消息伫咧在地社群网络足紧就摊开，而且迄时阁是食暗顿的时间，出门就去互临检，民众质疑警方执法过头。我60几岁，我们第一次这样子过，牛刀杀鸡的感觉，太针对我们部落做这种临检。警方针对这站临检勤务无回应，不过根据了解，是地检署接到民众检举，要求警方执行。台东地检署说明，因为台东县啉酒、食毒了后驶车的代志是愈来愈多，年关到要到啊，才会指示警方加强查缉。不过，有民众支持临检，希望临检的规划会当互部落先了解，避免惊吓。每个人都是很空虚，为什么？没有先预知，没有先通知。台南县警察局强调，啉酒、食毒驶车、临检勤务拢是照规定进行，呼吁民众啉酒了后唔通驶车。公视新闻张明德台东报道。
嘉义太保的高铁站是这嘉义县区主要的出入口，为着要带动这高铁边的发展，华泰大饭店集团按算要开50亿，伫遐附近的起一个大型的购物中心。不过，另外有一块土地呢，是在大塘租予别人做停车场的土地，即马却是准备要来起这供电场嘛。这太保市呢是有千外人联署反对，希望县政府赶紧来打动。伫嘉义高铁站边大约200公尺的所在，华泰大饭店集团要伫遮大约10万平方公尺的基地起购物中心。第一期的工程正式动工，按算伫2028年第4季完工开幕，要来推动嘉义高铁站周边的地区经济。这对嘉义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投资。那再来是这个地方Outlet 投资了以后那旁边还有很多商业用地。那我希望透过华泰平城的投资可以带动周遭所有地方的商业发展。嘉义高铁站的边未来出现大型购物中心，不过伫另外一边，却是予当地民众加反对建设。台电公司暗算伫嘉义高铁地电区规划商业区来设定地面的供电设施，而且合约是20档，这引起太保市民千外人联署反对，要来向县政府申请。咱的高铁地电区，你的台糖用地是在商业区，所以讲你。光电，如果你设置的太阳能板设置20年，一定是绑约20年，规个商业区的发展都拢框架住了。太保市公所表示，毋是要反对供电，只是嘉义高铁地电区是太保市未来上重要的发展区域，供电厂的建设破坏土地的发展价值。希望县政府会当考虑太保市民的心声，停止台电的计划。台电公司嘛表示，会参考地方的意见继续沟通。若厂商无法度甲地方有共识，会互厂商来停止契约，另外各找所在。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讲到台南的红葱头当咧采收，不过今年入秋了后呢，有变较少咯，而且是无啥雨水，产量减3-4成，而且呢，价介绍是达到1斤剩无20块，和去年是差真济，国外人工去采收，根本就无利润。这农业局表示讲呢，前几天农粮署有来勘查，也答应讲到时会启动收购。一块搁一块透早拄加好势，装入去的红葱头，拢是农民辛辛苦苦种的成果。台南红葱头早仓即阵陆续咧采收上市，毋过即阵产量煞无永年好。农民讲今年每分地平均产量平永年减3至4成，正常每分地爱2000外台斤。今年求水真明显，连产地介绍嘛对咧落，每台斤无到20块，平去年同时间30-40块的光景差真济，农民怨叹互因真歹过日。有32个、30个，啊，像这人个开后19个啊，俺平常时个，逐档啦拢4个10块吼，大家慢慢炒糖啊。搁一分地，今年一分地产量拢加久无落雨，拢迄落啥葱拢发育歹，迄种迄落。产量搁歹，一分地加得700-800斤啦，这算算较有够本钱啦。全国种红葱头面积有1200公顷，那台南占85%，主要产地伫7个北门一带。今年安尼生主要因为去年种落去的时，等到入秋了后，雨水真少，地属早仓产量无介理想，减大半也叫顶一季库存无用完，收买意愿自然就较少。农业局回应，农粮署已经有要启动营运措施，到时按算会请农民团体进定收买，介绍依期每台斤20块以上。目前的价格低于成本，所以农民希望是政府能够有所帮助啊。2轮大蒜合作社。还有以及我们嘉泉苦菜合作社等等的一个农民团体来进场收购，来维持我们整个一个产地的一个收购价格。坐靠天吃饭的农民希望政府斗3工会当稳定产地介绍。那农业局回应会持续参农粮署讨论相关的配套，嘛讲会继续关注进口甲库存的状况，配合产销调解机制。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咱台湾是一个海洋国家，为了要确保这水质稳定甲环境安全，新北市政府结合着这海洋保育署，伫咧新竹南寮海边装海域水质监测站，透过监测的分段管理和地形预警，未来24点钟就会当监测新竹海域的水质状况。甲拄对海边抽转来的水，透过水质监控系统，来当知影今日海边水质状况，包括水底温度、酸素、盐度等等，拢总12款的数据。逐工24点钟自动监控，只要发现水质异常，透过网络人员伫线顶来当连面知影。数据会上传到我们的一个环境管理平台还有我们的网页即时
观测我们的一个数据，就是包含我们刚刚所说的一些酸碱度、还有溶氧、还有化学蓄氧量哦，以及我们的氨氮各测项哦，我们可以及时透过我们的即时监测数据，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譬如说是我的办公室。办公室还是我们的一个手机都可以。康保局指出，新竹海边除了有红树林、野生动物保护区域，也有不少蚵仔养殖业者监测系统中，其中一项了解铜离子浓度对饲蚵仔产业真有帮助。我们这个新竹海域曾经发生过绿牡蛎，那绿牡蛎的来源这个跟铜离子就是非常有关系，所以我们为了确保海域水质的一个安全，好，那我们在这一个部分特别有加测这个铜离子的一个部分，来确保我们整个养殖区野生动物保护区。康保局强调，未来透过水质监测系统，除了会使24点钟掌握海水变化，也通知影台湾海域水质上升的状况，用科技的方式，共同来守护海洋的永续发展。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去年屏东掠超过13万只的青豆丁是全国上界多，八成拢是靠民间来斗相共。今年屏东县政府和林保署配合，奖励制度有做调整。若准掠到较大只，就领较济；较细只钱较少，而且也开发超商礼券，希望会当吸引更较侪人来加入。不过有内人士认为讲，安尼先做呢，变做大家拢要掠大只，会影响到消费外来种的效果。民众爬到椰子树顶掠青豆丁，有的青豆丁走无路，直接跳落来。屏东县政府农业处统计，去年屏东掠超过13万只青豆丁，是全国上济，其中民间纳人就掠10万外只，占8成左右，是医毒行动的主力。数量前3名的纳人，每一个拢掠超过1万只，干那礼券就领走超过100万。县府今年配合林保署，搁要提悬奖励制度。一般民众他在移除的这个部分，都会偏在小，那大的这个清代的部分就会比较少去抓到。就便利性来说的话，那也有一些民意代表在建议，所以我们大体上我们就把它改成这个比较方便的这个超商。根据林保署新的规定，长度30公分以上的青豆丁，每只奖励对去年的250块提悬到300块，无满30公分的对100块降至50块。因为有民众反映，原本的农渔会礼券无方便使用，今年改发超商礼券。不过有内人表示，细只的剩50块就无啥吸引力，会变做大家拢要掠大只的。数据差啊多，会变敢若要掠大只的，无爱掠细只的。15、16公分迄种的迄种的等于像个大只的安尼咧掠，因为迄种的足惊人的。咧走会用足紧的。内人讲，若要降低细只的金额，希望会当改发现金，较方便使用。县府表示，会先按照林保署的规定实施，后续若有需要调整的，会搁含各界交换意见。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教育部初次公布新版本的台湾台语输入法电脑版，和进前的版本已经是差15年了。为了要提升民众的使用体验，除了罗马拼音一字一字拍，也挺好拍达字的声宝就常用词通选，而且佫会当来预测几句。教育部讲，目前手机版本的输入法 App 也佫伫咧开发当中。无论是影片创作的字幕，还是传送信息给亲戚朋友，输入法是现代人在拍字上界基础的基石。教育部在初次公布新版的台湾台语输入法电脑版，而旧的版本上无已经经过15年了。教育部表示，除了罗马拼音一字一字拍，也通干那拍达字的声母都有常用词通选，佫会有测语句，希望提升民众的使用效率甲体验。Apple 伫去年9月其实就参考阮本部的本土语言成果的参考列表内底所有的字型，伊拢有放伫伊新的作业系统内底。Windows 的部分，即摆伊输入法已经有来建咱阮的字型，啊，毋过你若要输出到程式还是那个浏览器的话，啊，就爱个安装一个当完全显示那个字型的，亲像是台湾楷体，啊，个还是有 N3 即种的。不过，若咧手机一寡民间做的台语输入法 App， 一寡字会看袂到。教育部表示，可能是Unicode编码无维持在上新的版本造成的。有学者呼吁这款台语复诊的基础工程，教育部会当透过公司合作，还是提供补助，毋是全靠民间行头前在开发在经。之前迄个一团嘛有做台语输入法啦，到这里看即马都无支援啦。教育部会当做是头前。毋是靠阮伫遐寄付，内委会有就有钱，所以当看当伫拉顶悬看到即个客语的语音的助理啦，即时的翻译啊，吼，原说嘛当考虑
来做这个台语的 AI 的基因助理，也是讲像客语，那么有一个台语伫LINE顶悬的即时翻译的 App。教育部表示，手机平板的台语输入法 App 未来嘛有语音输入的功能。若台文字型选择少的部分，教育部表示，目前台文字的国际编码拢有提供予字型开发商，未来会继续鼓励民间针对台文字来开发。记者卢尚珠、郑俊佑台北报道。2026年台湾灯会对3月初3开始伫咧嘉义举行，这是台湾灯会第3届伫嘉义。嘉义县政府今日也公布今年的主灯号做是公布世界阿里山，作品透过阿里山的日头光、新木也个大雾来做主题。另外呢，这杆顶也真古锥，有马也个乌熊的造型，咱做回来看卖。闪烁灯光透过光线，压上伫咧短短2%内，甲台湾岛屿对海洋的形成、生命演变到文明的发展，变做一场壮观的灯光表演。2026年台湾灯会伫咧嘉义，和较早以12世纪做主灯无同，这届设计者用阿里山的日头光、新木、大雾做主题。我们针对阿里山这个题目，去做了这次的发想。阿里山也关系到一个命题，就是说这些山哪里来的？其实是1亿4千万多年前，这个台湾的造山运动慢慢升起来的。所以其实我们这次的展演大概就是从这个故事开始讲到我们现在这个台湾跟科技非常连结的这个部分。这届灯会的设计杆顶也真古锥，台湾乌熊骑一只马，唔但会当挂咧行，佫会当摇来摇去做摇摇马。设计者今年特别用台语话音来号名，或者乌熊马迪加，伫咧嘉义和大家见面。它的名字叫做欧熊马迪加，这是台语啦。对，那虽然意思上是说欧熊也在这里，可是它这个名字就同时结合了欧熊跟木马，还有这一次的主办地点嘉义。2026年台湾灯会这届第3届伫咧嘉义举办，活动对3月初3开始为期13天。交通部观光署表示，除了有公布世界阿里山做主灯以外，还有23个主题灯区，超过60件的作品，期间嘛有纸风车剧团、棉花园、无人机等等的表演，让游客会当完整感受嘉义的在地特色。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尊重生命的观念对囡仔开始定根。台湾动物及救援小组头一摆呢，和高雄在地招金歌戏坊合作，甲生命教育的理念结合着传统的歌戏，这戏文内面加咱保护动物一个海洋。对这动物救援小组一个歌戏坊来讲，这拢就是一种新的突破。因为实在是不应该随便放捕兽夹伤害动物，到底是啥物人这样歹啦？这只好叫拉人坑的展览，业界哀哀叫，救援人员赶紧走来斗3工，为着要定根生命教育的观念，台湾动物紧急救援小组找高雄的招金歌剧坊合作，头一摆透过歌剧来演出保护动物、爱护海洋生态内容。其中高雄市阳明国小师生也来客串演出。老师讲，虽然讲台语有挑战性，不过用歌剧来加进生命教育的重要，实在真趣味也真有意义。透过这样子比较活泼然后有趣的戏剧方式，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更能够贴近小孩的心灵，然后更能够打动他们。所以我觉得这是一次很棒的尝试。你讲我安怎样？我无安怎，多谢亮君。哦，免客气，免客气。这是啥？流言四讲。好。这出戏也甲苏讲造成海洋动物危机的主题写入来，这摆合作对双方来讲是创新嘛是挑战。一边是守护台湾传统文化，一边是守护流浪动物的生命。尤其这摆有不少演员是团长陈昭金的学生，透过演出，唔但互歌剧得到传承，也甲爱环境、爱动物的观念推散出去。所以我们相信，唯有教育才是改变台湾流浪动物命运最根本的方法。但是这条路真的不好走，那也很感谢在这条路上遇到昭婷老师，遇到他的团队。累的我觉得很有价值，那觉得说自己好像也把我的人生能够有一个很美好的成就。这场表演在凤山的台东文化艺术中心演出，头摆用歌剧来教大家生命教育的重要性，趣味的剧情、简单好捌的内容，和数百位的观众拢留下深刻的印象。记者柯家族柯兆勇高雄场报道。
2026消费电子大展伫咧美国的拉斯维加斯举行，今年有超过4500间厂商和新创公司来参加展览。场内利用 AI 人工智慧研发的产品，互人看甲目睭花。其中有真侪 AI 商品拢是民生用品，这代表讲 AI 愈来愈接近咱的生活。车脚徛伫体重机，双手6手柄，这个看起来敢若运动中心定定出现的 InBody 测量机，即个会当测量的人体生物数据，比平常的加出袂少。2026 CES 消费电子大展伫美国出名赌城拉斯维加斯展示，根据 CTA 美国消费科技协会统计，今年包括1400间新创公司，有超过4500间厂商参展，其中有袂少拢是利便的民生用品，像有企业注重伫个人领域，杀出第2代智慧体重机，会当测出患者得到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前期数据，提醒患者量早发现治疗。We collect more than 60 biomarkers, and we make a total assessment of your cardiovascular health and your metabolic health. 除了体重机，对于头毛发真紧的民众来讲，剃头毛的机器嘛是袂使无的。有新创公司研发全球头一个 AI 理发器，民众敢若需要伫头部戴好这个机器 ，AI 就会根据使用者的头型自动调整刀片的角度，互民众家己 DIY 剃头毛。It uses a band that wraps around your head, the clippers themselves, and a mobile app to create a perfect men's haircut in less than 15 minutes. 嘉义去户外观察鸟的民众，伫即个展览袂使无看 AI 千里镜，这是总部伫中国的新创企业所研发的产品，会当互使用者用千里镜翕相片甲影片，机器内底还有超大数据库，会当认捌超过1万种鸟仔，佮会当连接网络检测食物甲动物，也会当分享翕到的影片。相片去社群平台。A lot of people really truly enjoy bringing those guidebooks, identifying the birds, identifying the plants and the animals that they see on the trail. This is water resistant, dust resistant. It gives you that opportunity to learn versus carrying around a lot of extra luggage. 另外，网络叫车平台 Uber 嘛，甲美国电动车商路西德自动驾驶技术企业 Nuro 合作，研发无人机能车，以路西德所发行的修理车款进行改造，伫车顶放感测器、监视器雷达这设备，互车会当360度全方位监测，车内还有互动式荧幕，提供乘客控制温度、座椅，还有娱乐系统。这款无人机能车顶个月捌伫美国旧金山园区开始道路测试。一定会伫今年内量产，正式伫旧金山的园区展开服务。公司新闻陈思彤编译。咱来关心天气，讲到这冷空气流南，加上辐射冷却效应增强，规件暗时呢，到明仔早起可能会出现6度低温。提醒咱的观众朋友，这几天若准有出门呢，衫就要穿较厚的。讲到这天气是愈来愈寒，这袖仔赶紧摕出来抹。下半部天气变化，咱做回来详细看。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12度到18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3度到20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15度到21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4度到20度。平湖、金门、马祖对8度到16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下晡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相会。